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我係 Alex。2026世界盃咧話都冇咁快就已經打完晒16強嘅階段㗎啦，咁嚟緊咧就會係8強嘅賽事啦。而今日咧我就想先同大家回顧一下32強啦，阿根廷對德國嘅賽事喎。咁相信有睇呢場波嘅朋友咧都知道呢場波係幾咁峰迴路轉嘅，所以咧我都用咗比較多嘅時間咧去準備呢條影片啦。咁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嘅。咁首先我哋而家就睇下雙方嘅出場陣容先。阿根廷嘅陣容咧，依然係用翻一個4-4-2嘅陣式嘅，門將咧就係馬天尼斯啦。後防方面咧，兩位中堅咧分別就係基斯頓羅美路同埋里辛度馬天尼斯嘅。左閘咧就會係分組賽一直表現突出嘅美甸拿，右後防方面咧就會係摩連拿啦。四位中場咧由左至右啦，分別就係迪保羅啦、麥卡利士打、安祖費蘭迪斯、艾馬達。而前線方面咧就會由美斯啦同埋羅特魯馬天尼斯負責攻堅嘅。而佛德國咧就會排出一個4-1-4-1嘅陣式嘅，門將咧就係分組賽表現突出嘅和仙拿啦。四位後防嘅球員咧，兩位中堅分別就係波捷斯同埋碧高盧比斯，左閘咧就係呢位盧卡斯卡比拉奧，而右閘咧就係摩尼拿。咁而防中方面咧就係由奇雲邊拿鎮走嘅，兩位攻擊中場分別就係迪萊杜亞迪同埋拿路斯杜亞迪嘅，三位嘅攻擊球員啦，分別就係祖芬尼同埋右邊嘅懷恩文迪斯。咁而正箭頭咧就係迪哥斯達嘅。嗱，喺比賽開始嘅時候咧，佛德國中前場就比想象中壓得前嘅，咁阿根廷就都係猜住嚟踢啦。行軍嘅速度咧同以往一樣咧都唔算太快嘅，而喺防守方面嘅夾擊啦同埋速率都做得幾好嘅喎。對方一攞到波去到防守3區附近嘅位置咧，就幾個球員包埋嚟㗎啦。咁其實去到水逼之前咧，阿根廷咧入到嘅攻勢咧其實又唔係咁多嘅喎。咁但係咧，所謂一次意外就足以致命啦。當你把握力好嘅時候咧，其實攻勢就真係唔使咁多嘅。咁其實過咗水逼之後，大約1分鐘左右啦，後衛馬天尼斯咧就睇準時機喎，喺後半場放咗個幾十碼嘅長波俾美斯啦。咁而美斯咧亦都第一時間控咗個波落嚟，亦都喺完全唔需要調整嘅狀況之下咧，用最短嘅時間起腳，所以咧令到對方嘅後衛啦同埋門將和斯拿啦亦都反應唔切啦，就咁咧就領先咗1-0啦。咁而呢球波咧，除咗美斯教科書式嘅一孔一射之外咧，利山度馬天尼斯咧，佢嗰個閲讀球賽嘅能力咧，亦都係應記一功嘅喎。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咧，佢呢個咁遠嘅傳送嘅殺着啦，其實佢踢曼聯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司空見慣㗎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可以睇翻我喺阿根廷世界盃嘅前瞻嘅介紹嗰個關於佢嘅片段啦。而咧當中咧，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佢喺2024年底咧，對曼城嘅一場英超賽事啦，利辛度馬天尼斯喺半場呢一個40幾碼放個長傳俾阿麥迪亞魯咧絕殺曼城咧，同佢今日助攻俾美斯呢球波咧，絕對係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美斯接應到呢個長傳咧，亦都係妙到好癲喎。咁無論喺走位啦、控球啦、射門呢3方面咧，美斯個處理咧都係球王級別嘅。咁首先喺走位方面啦，美斯本身就身處喺越位嘅位置，咁佢就睇啱時機咧，就再跑翻入去包咗越位嗰度。咁佢呢下彈出彈入咧，就的確呃晒成班嘅防守球員嘅。而呢一刻咧，正正就係利辛度馬天尼斯一發動傳球嘅時間喎。然之後美斯就再全速入攝接應呢個長傳。我相信佢哋練波嘅時候咧，應該都練咗好多次㗎。咁呢個係第一點啦。而第二點我想講咧，就係佢控落嚟嗰下嘅功架咧，個波咁高跌落嚟咧，而佢竟然咧可以咧即係用左腳腳面啦，即係咁鬆容咧就控個波落嚟咧，嗰個 timing 其實係做得非常之準㗎，個技術含金量咧係非常之高。咁佢控完落嚟嗰下之後咧，亦都唔需要再修正啦，就即刻可以起腳射門。咁成個過程咧真係一氣呵成嘅。咁如果咧再慢多半秒咧，對方嘅中堅球員咧，呢個3號嘅波捷斯就已經殺到埋嚟搶截嘅，咁美斯就未必可以順利起腳㗎。咁而呢球波咧，亦都令我諗翻起2018年世界盃分組賽對尼日利亞嗰球入波咧，一控一射咧都係非常之精彩。而第3點我想講咧，就係佢嗰下埋門啊，因為當時門將和斯拿咧都封咗大部分嘅龍門嘅空間㗎，咁所以唯一入嘅方法不外乎係即係抽網頂或者射佢大細啦。咁而選擇抽網頂亦都有一定嘅風險咧，會抽高咗啦，或者係省中門將。咁美斯亦都抽一個好靚嘅掛網波啦，最尾亦都反映咗佢嘅射術啦。咁而呢球入波咧，亦都成功幫阿根廷咧喺呢場比賽打破僵局。而呢個入波咧，進一步咧將美斯嘅世界盃嘅連續入球紀錄咧，就延伸去到8場咁多嘅。
而喺上半場嘅環境咧，阿根廷大部分時間都係控制緊個比賽節奏嘅，而佛得角咧只係得啲零星嘅攻勢嘅啫。而佢哋嘅行軍咧喺轉守為攻嘅速度咧都唔算快嘅。咁當然阿根廷喺上半場嘅防守端係咪做得好好咧？又唔一定。咁因為咧嗰個老問題，尤其係邊路問題啦。好似呢個攻勢咁咧，美迪娜本來就企啱位嘅，但係當佢見到對方嘅右翼咧，呢個懷恩文力斯移咗入去中路咧，佢就不期然想走埋去看管佢，咁變相左閘位置係真空咗，而咧阿馬達咧又冇走翻去協防補位喎，咁結果咧成個過程就牽一發動全身啦。咁阿根廷成條防線就向咗左移，變咗咧當對方傳中個波咧去咗右邊咧，就輪到右邊空晒啦。咁好彩最尾係解到圍啦。咁但係呢度咧都講過唔止一次嘅。咁美迪娜可能本身打慣中堅啦，有時佢可能都不自覺咧就離開咗佢左邊邊路嘅防守位置。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達拉費高嘅位置感咧就會比佢更加之好啦。咁雖然達拉費高就年紀大一啲啦，但係始終嗰個即係佢本身都係打開左閘啦，喺咁多年喺國家隊、喺球會入邊咁樣。至於阿根廷啦，除咗美斯呢球入波之外咧，其他較具威脅嘅攻門咧，講真又唔算太多。咁喺臨完上半場之前咧，就得安素一腳遠射，不過亦都撳死咗，對龍門威脅唔大啦。除此之外，咁阿根廷喺上半場剩低落嚟嘅時間咧，咁我發覺佢行軍嘅速度咧就越嚟越慢咯，即係俾人一種好似坐定粒六咁嘅感覺咯。雖然即係你話領先咗一球就唔需要咁急，但係始終都要居安思危嘅。就好似臨完上半場補時最後3分鐘咧，咁其實明明可以再做多1、2次嘅攻勢嘅，咁但係就偏偏咧就一路喺度猜傳咧，等上半場完喎，咁就俾人一種比較消極嘅諗法啦。所以因為咁咧，就迎嚟咗呢個風起雲湧嘅下半場啦。咁而嚟到下半場咧，阿根廷嘅踢法基本上同上半場嘅尾段咧都係一模一樣，都係保持控球在腳啦，不斷猜傳啦，但係有威脅嘅攻門就欠奉喎。佢俾我感覺好似咧一定要猜到空晒咧，咁嗰球波咧即係先至起腳啊，先至會入啊咁樣。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可能有啲位你可能中距離射門都可以試下啦咁樣。好似迪保羅呢球波咁樣，明明咧可以一早起腳嘅，但係佢就繼續帶就衝入人堆嗰度喎，就斷送咗個攻勢。其實我自己都諗唔明。咁佢喺馬體會嘅時咧，其實都有好多啲8步穿楊嘅遠射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而家就好似變到綁手綁腳咁樣啦。咁那邊廂咧，佛得角嘅防守咧，就隨住時間一路咁過啦，就佢哋好似慢慢打起咗咁樣。佢哋防守亦都冇想象中咁豆腐。其實佢哋防守區都排得都幾密嘅。再睇翻然後，咁尤其是咧呢個前中後3線佢嘅距離咧，其實都縮得幾窄。咁變咗阿根廷咧就變得越嚟越難咧去撕破到佢哋嘅防線。同埋我覺得佢哋慢慢踢落去咧，好似適應咗阿根廷嗰種比賽節奏。咁而去到比賽大約53分鐘到啦，佛得角就一個中距離嘅射門啦，咁就省中咗阿根廷嘅球員咧，就稍稍改變咗方向俾馬天尼斯沒收嘅啫。即係其實呢球波咧就威脅唔大，但係咧我覺得對阿根廷嚟講都已經響咗個警號。再加上呢場比賽咧，阿根廷有個別球員其實咧即係踢得麻麻地，就好似摩連拿咁啦，佢攞波又控甩腳啦，轉個身就俾人扭過咗啦。咁呢啲情況咧，今場比賽都唔止發生過一次嘅。另一個就係艾馬達啦，就經常輸啲5波啦，又俾對手打荷包啊，要隊友執手尾。喺前線呢場波佢又冇乜貢獻。咁有時即係睇到呢度咧，我都好戥咧，即係落選嘅保安地亞唔抵嘅，因為佢而家咧睇翻佢 IG 啦，其實佢而家雖然放緊假啦，都仲 keep 住保持操練嘅。咁我就唯有希望佢下屆美洲國家杯可以入選啦。其實我再極端啲啦，可能未必個個中意聽啦。其實分分鐘咧，你擺加拿祖喺左邊咧，有時佢爆落底掘翻個急勁嘅地波出嚟，俾中間去接應咧，真係有少少好似好過艾馬達而家咧3不像咁樣。因為佢一攞到波咧，就吸翻去大位，咁去翻中間，咁有時中間塞晒車，咁啊變咗就好難即係做到一啲有威脅嘅攻門。咁而且咧其他球員咧，因為都感覺上咧係比較漫不經心啦，即係有少少咧我覺得直情呢一刻嘅阿根廷咧，即係喺過去呢幾十分鐘入邊咧，佢反而有少少俾我感覺佢似上屆世界盃決賽頭嗰70分鐘嘅法國而呢種那邊廂咧，佛得角就好似俾我感覺就亦步亦趨啦。咁佢開始咧嗰個攻勢咧就慢慢壓上嚟啦，咁就開始威脅到阿根廷嘅大門。咁直至到去到下半場比賽大約58分鐘度咧，
咁阿根廷嘅噩夢咧就正式開始啦。咁佛得角喺進攻路線右邊咧，就一個簡單嘅攻勢咧。咁20號嘅賴文迪斯咧就通咗美甸拿大勢，傳咗個波入阿根廷嘅心臟地帶啦。再俾入楔嘅迪萊杜亞迪咧就遠射得手，射呢個遠處得手喎。咁而當時咧，利申道馬天尼斯咧都第一時間衝上嚟阻止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佢都做準，不過就叫慢咗半秒啦。咁而個波亦都啱啱喺佢大細之間嗰度過咗喎。咁喺咁近咧，馬天尼斯都做唔到啲咩嘅，佢視線亦都反而仲稍稍受阻啦。咁咁近咧，佢都宣布失手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佛得角就追成1-1啦。咁喺到呢個時候啦，咁阿根廷大部分嘅球員咧就先至如夢初醒啦，即係試圖加快翻比賽嘅節奏，去攞翻個優勢啦。之但係咧，當你拖慢咗個節奏咧，你要突然之間加快翻嘅話咧，即係唔係你想象中咁易。同埋阿根廷咧過去呢半小時嘅比賽節奏，其實即係我頭先講話好慢好慢，其實究竟慢點慢咧？答案就係咧，自從美斯開咗紀錄之後啊，到被追和呢半個鐘入面咧，其實阿根廷只係得一次射門咁大把㗎咋。咁大家就可以知道咧，喺呢半個鐘入邊咧，即係班球員係幾咁嘆慢板。我覺得阿根廷如果喺呢半個鐘入邊咧，即係用心去踢咧，係有機會咧，甚至乎有能力咧，去趁佛得角未打之前咧，就將個比數擴展到2-0，甚至乎3-0，直接將場比賽放入雪櫃。咁但係而家一來一回就變咗成件事就好棘手喎。再加上佛得角已經打起咗個勢咧，而佢哋都冇嘢可以輸啊！我有理由相信咧，部分踢過上屆世界盃嘅球員咧，即係當被佛得角追和之後咧，佢哋個腦入邊咧，絕對有可能咧係浮現翻上屆世界盃俾沙特阿拉伯反擊嗰個情景啊！即係我自己做一個 fans 咧，即係有時都覺得去到呢個位我都心知不妙，因為即係實在睇咗阿根廷太多年啦，都幾了解佢哋嘅心理質素。咁而與此同時咧，真係覺得隊波有少少唔抵爭，因為過去幾次嘅大賽入面咧，即係好老實講，成功嘅經驗阿根廷有，但係當中要吸取嘅教訓咧，阿根廷都唔少喎。除咗俾沙特反擊之外啦，上屆世界盃8強對荷蘭啦，甚至乎係決賽對法國啦，都試過喺領先2球嘅情況之下被逼和。再加上2年前嘅美洲國家盃8強比賽末段俾厄瓜多爾絕和咧。咁所以阿根廷咧，理論上應該好清楚領先1球係絕對唔穩陣嘅，咁要進一步拉開比數先至得嘅。但係佢哋呢個決心又唔夠喎，咁所以當務之急咧就不斷唯有加快比賽嘅節奏啦，希望憑質素咧能夠再度領先咁嘅。而比賽去到62分鐘啦，阿根廷都有一個好近磅嘅機會，羅美路喺中圈附近咧見冇人埋嚟咧，就越打越前。咁佢於是乎就放咗個直線啦，俾羅道馬天尼斯接應咗之後，就再彈翻個波去峨眉腰頂附近咧。咁美斯就即刻衝前接應，形成一個半單刀嘅機會。其實成個過程都配合得非常之好啊。咁但係好可惜，美斯就把握唔到今次單刀嘅機會，就俾和斯拿封咗佢嘅射門啦。咁我哋再睇翻慢鏡咧，我就覺得美斯處理呢球單刀波咧就麻麻地，尤其是以佢級數嚟講咧，甚至乎係水準之下添。因為如果佢選擇射龍門嘅大細咧，我覺得入嘅機會就會大好多。甚至乎美斯亦都可以選擇佢單刀嘅時候好擅長嘅 chip 射啦。咁不過唔知點解近年咧就比較少見佢用呢一招。反而如果係迪馬利亞嘅話咧，我都幾肯定佢會 chip 嗰個波笠個龍門。咁但係最大問題嘅就係呢球波咧射唔入嘅損失咧，唔單止係唔可以再攞翻個領先優勢咁簡單啦，更加係打起咗對方成隊波嘅士氣。尤其是門將和斯拿，因為佢已經接到美斯個單刀波咧，佢就已經信心大增。咁往後咧，美斯有3番4次嘅攻門咧，都破唔到佢十指關。咁而此消彼長咧，反而阿根廷一班球員咧就越踢越急喎。咁當然質素嚟講，阿根廷係會高啲，但係個勢就去咗佛得角嗰度。咁到比賽63分鐘左右啦，咁力高岡沙利斯啦，同埋艾華利斯啦，就換入咗表現平平嘅艾馬達啦，同埋羅道馬天尼斯啦。咁就都係一啲位換位嘅換人啦，其實打法上又冇乜點變嘅。咁但係至於呢個換人模式咧，喺過去2場分組賽咧，就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即係感覺上呢一刻咧，打咗4場比賽咧，我就覺得史卡朗尼咧就比較保守咗少少，戰術亦都比較單一啦。同上一屆世界盃因應唔同對手而有唔同嘅部署，都幾大分別。而換入嚟嘅2位進攻球員啦，你高哥蘭斯咧有時咧就會爆落底喎，激活下左路嘅進攻路線啦。但係那邊廂艾華利斯就真係發揮麻麻地嘅呢場比賽入邊。咁佢作為前鋒就真係躲得比較後，
好似呢球波咧，安素落到底咧，想傳翻個波出嚟咧，但係竟然發現禁區咧係一個阿根廷球員都冇，而阿華利斯咧竟然企咗喺咧禁區頂嘅位置，咁點樣可以攻門入波咧？係咪先？咁而到目前為止啦，我覺得成屆世界盃入邊咧，到頭呢4場嚟講咧，咁我覺得艾華利斯好似冇咗上一屆嗰種靈氣嘅，咁呢個係真係有少少令人擔心。而比賽去到72分鐘咧，阿根廷喺禁區頂就搏咗個罰球，咁美斯快射咧又俾和斯拿救出喎。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佢都已經撲到上晒身㗎啦。咁而時間越嚟越少咧，阿根廷要喺法定時間之內解決對手咧，亦都變得非常之困難。嗱，我哋再睇下呢個攻勢啦。美斯喺左路攞到波咧，殺入禁區啦，門前咧亦都好多隊友咧等住接應。反而最應該喺禁區入邊接應嘅咧，就應該係艾華利斯，但係佢竟然企咗喺峨眉月頂附近嘅位置。咁其實呢點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嘅，唔知係咪信心問題啦。咁而喺法定時間結束前嘅幾分鐘咧，史卡朗尼就換入咗帕列迪斯啦，就代替迪保羅啊。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換人都無可厚非，因為阿根廷咧顧得前嚟又要顧埋後邊嘅，因為萬一如果呢個時間失波嘅話咧，咁就一定翻唔到身。咁而帕列迪斯換入嚟呢，的確加強到阿根廷一定嘅防守能力喎。咁而且迪保羅都搏得差唔多。我唔係好明咧，其實當日邁阿密嘅天氣都成30幾度啦，又潮濕又熱咧。但係迪保羅同帕列迪斯兩條友咧，就竟然可以仲着長袖衫，即係我都唔明啊呢個咩玩法。咁我講翻正題啦。咁去到補時階段咧，阿根廷咧就再一次喺禁區搏到個罰球喎。而呢個罰球嘅位置咧，基本上同就係好啱美斯咧，直接戳過人牆攞角㗎。咁而呢個位置不嬲對佢係佢嘅食糊位啦，但係唔知點解佢就選擇射個地波喎，基本上係完全威脅唔到和斯拿嘅。咁因為和斯拿都撲到上晒身，你冇可能喺呢個 expect 佢會褪錯位，呢個機會性係極低。其實呢場比賽咧，和斯拿都3番4次救咗美斯嘅有威脅嘅攻門嘅，即係有單刀有罰球，就呢樣嗰樣都救咗成幾次㗎。咁結果就最尾喺雙方都互無紀錄嘅情況之下咧，比賽就進入加時。咁而踏入加時2分鐘左右啦，阿根廷就憑住一次嘅角球攻勢再次領先啦。咁美斯就喺進攻路線嘅左面開咗個外彎嘅角球，麥卡利斯打就二傳線咗個波去遠處咧，而利申道馬天尼斯就即刻 follow 上前跟進啦。咁佢就推橫翻用翻佢嘅慣常用嘅左腳咧，就一抽網頂掛網而入。咁阿根廷就得以再度領先啦。咁其實作為一個中堅咧，馬天尼斯呢球波係抽得非常之果斷，即係唔係馬後炮。其實佢攞到波嗰一刻咧，我都估到佢會射，而佢起腳射我都估到佢會入，因為咧佢喺前季咧對利物浦嘅時候咧，佢已經試過後上咧抽入咗一球相類近嘅掛網波，即係唔好睇小佢踢中堅，其實佢絕對咧係一個非常唔錯嘅射術，而且阿根廷呢類嘅角球戰術咧都唔係第一次嘅。咁利申道馬天尼斯好多時咧就會伏兵喺遠處嘅位置，其實較早前咧阿根廷有一個攻勢已經試過咁樣做，不過嗰次佢就慢咗少少接應咁解嘅。如果我哋再睇遠啲啦，2024年美洲國家盃8強對厄瓜多爾咧，阿根廷先開紀錄嗰一球咧，正正就係用呢條入波嘅方程式。咁我哋睇到咧球員嗰種激動嘅表情咧，就知道呢場波咧大家真係踢得幾辛苦啊！咁但係咧，距離完場都仲有起碼半個鐘頭嘅時間啦，而且以當時比賽嘅節奏咧，2-1咧係好大機會咧唔會係最終嘅比分。因為雙方咧都繼續互有攻守，同埋佛德國咧佢當時亦都冇嘢輸啊，咁所以佢進攻嘅時候咧就大軍壓境咧就壓晒上嚟，咁與此同時咧佢回防速度又好快喎，而且防守亦都好有紀律喎，突然好似變咗第二隊波咁樣嘅喎，比起即係上半場嘅時間，咁再加上咧即係呢樣嘢真係好值得 respect 嘅，佢哋球員嘅平均歲數咧喺今屆世界盃48隊入邊咧係排第4大嘅。即係第4年紀大嘅，咁所以咧係去到呢個階段都仲有咁樣嘅體能咧，係真係好 respect。咁就同埋佢哋嘅速率咧又保持到喎，啲5波咧好多時都會爭贏，咁真係好犀利。咁至於阿根廷呢一邊咧，其實去到啲關鍵嘅時刻咧，球員都仲係好依賴美斯嘅，好似呢個攻勢咁咧，阿華利斯咧都已經跑緊去對方嘅身後位，準備入禁區接應。尤其是你高江薩利斯本身係左腳球員咧。佢左腳直接加少少內勢咧，就放個波俾艾華利斯，咁其實可以有機會直接起腳攻門。咁但係佢就捨易取難，仲係要交翻俾美斯嘅。咁雖然呢招咧喺南美洲區嘅外圍賽萬試萬靈嘅，咁但係都要睇情況㗎嘛。尤其是艾華利斯係你馬體會嘅隊友咧，理論上應該都有一定嘅默契。
咁結果咁樣咧又白白斷送咗一個攻勢喎，咁變咗你入唔到，咁對方就禮㗎啦。去到加時上半場嘅末段咧，佛德國咧就猜鬆咗阿根廷嘅後防啦。之後咧就由冚上嚟嘅左閘啊，呢個盧比斯卡比里奧咧就喺 K 角位射咗一球咧，好靚好靚嘅世界波，個波係貼住遠處入啊，即係馬天尼斯基本上係完全係冇得救，咁啊幫球隊追成2-2喎。哇！加時上半場都捱唔住，即係都唔好話捱到完場。咁賽前咧，我相信啊，就算睇晒佛德國之前3場分組賽嘅表現咧，你都估唔到咧佢哋集會球員咧有咁高超嘅射術啊！咁佢就呢球波其實令我諗起邊場咧，就令我諗起啦歐聯啊，馬體會對皇馬場比賽咧，艾華利斯咧都射咗一腳咧幾乎一模一樣嘅世界波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揾翻即係呢一球入波嚟睇，都係好精彩。而呢度反而我想講一講咧，就出嚟鋒位嘅摩連拿咧，其實你出嚟鋒位本嚟就冇乜嘢，但係最弊嘅地方咧就係人哋起腳嗰下佢避波，即係如果你驚俾人省到塊面，另歪面都無可厚非。但係最致命嘅地方咧就係佢另歪面不特止啦，另轉身不特止啦，佢仲彎低埋條腰，即係我哋喺呢個角度咧就可以好清楚睇到個波咧係射向龍門嘅路線啦。係沿住佢嘅背脊咁樣過，再衝向阿根廷嘅球門。即係掉翻轉，如果佢係企直個人咧，咁就好大機會咧就省中佢，就封咗呢個射門，就避免咗呢球失波。咁即係所以呢球失波咧，其實表面上對手當然射得靚啦，冇得救啦。但係我就會覺得摩連拿咧呢球失波咧都有一定嘅責任。即係你作為一個防守球員，你冇可能驚波。你諗下，如果同一個位置啊，如果新尼迪啊，唔好話甚至乎薩巴列達會唔會避波咧？嗱，我就覺得唔會啦。咁相信喺睇到比賽呢個階段，阿根廷球迷咧，即係應該好似我咁樣咧，真係如坐針氈。即係其實嗰一刻我真係覺得咧，即係佛德國咧，好似一隊球隊啊，佢似邊隊咧？好似足球小將中學篇入邊嗰隊比良湖隊啊，喺預賽一直保留實力，去到淘汰賽咧先至展現真正嘅實力啊！再睇翻佢哋3場嘅分組賽咧，你係完全睇唔到佢哋有咁樣嘅進攻能力啊！就算佢對住烏拉圭入到2球咧，咁其實都係烏拉圭自己派交先有呢2球出嚟，頂盡咧都係覺得佢門將勁啲，同埋防守力勁啲。你完全係冇諗過佢有咁樣嘅功力。即係如果比賽去到下半場咧，而家啦咁啊就再重新回到起點啦，因為你又2-2啦嘛。咁即係好嗰一刻我真係睇緊咧，哇大佬我係咪睇緊回緊帶睇緊上屆世界盃嘅決賽咧？對手又係藍衫藍褲，亦都係大部分全部係黑人球員，即係大部分都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即係睇到懷疑人生去到呢一個位。咁好啦，去到加時嘅下半場啦，大約去到110分鐘左右啦。嗱，你高干沙利斯咧呢度又做翻出好戲喎。佢當時喺左路嘅 K 角位啊，哇！突然之間上咗身咧，連扭幾個佛德國嘅球員喎。最尾仲逼到一個好關鍵嘅角球攻勢啦。而阿根廷亦都憑住呢個角球攻勢咧，美斯咧就斬入禁區啦。咁佔有身高優勢嘅羅美路咧就跳高一頂啦，個波咧就頂中對方嘅手，令到角度咧就更加之刁轉，就直飛網仔喎。咁喺即係千辛萬苦嘅情況之下，阿根廷咧就再一次領先3-2啦。咁嗰時都覺得都未穩陣㗎，因為咧佛德國都繼續向阿根廷咧即係都大軍壓境繼續進攻。咁而去到比賽嘅下半場，剩得幾分鐘咁啊點咧？就輪到咧門將嘅馬天尼斯嘅表演時間啦。咁當其時咧，佛德國咧喺禁區邊附近嘅位置有一個可傳可射嘅罰球。而當時見到呢個罰球嘅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心都涼咗一截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喺1994年嘅世界盃啊，阿根廷對羅馬尼亞嘅16強嘅賽事入邊咧，阿根廷所失嘅第一球咧，正正咧就係當其時羅馬尼亞嘅球員咧杜米迪斯古啦，佢喺呢個位置係戳咗個好急勁嘅罰球，直飛遠處射入當時阿根廷嘅門將伊斯納士。而那邊廂咧，佛德國咧就由佢哋追成平手嘅盧比斯卡比拉奧咧負責處理喎。咁佢同樣戳咗一個好急勁同刁轉嘅波咧，飛向遠處。哇！好彩馬天尼斯保持高度集中啦，仲用佢咧隻啱啱好翻嗰隻右手咧托出底線，先至救翻阿根廷一命。咁而之後咧，佛德國亦都繼續有理冇理撳住阿根廷嚟攻啦。咁其實阿根廷當時咧門前咧都有少少險象橫生嘅。咁其實去到呢啲關鍵時刻咧，咁當然佛德國喺技術層面咧就始終都同世界頂級都仲有啲距離嘅。咁變咗去到比賽末段咧，佢哋一急咧就多咗誤傳啦，同埋一啲嘅浪射。咁其實有少少間接幫咗阿根廷解圍嘅。
而 D 部啦、馬天尼斯啦，同埋阿根廷一眾防守球員啦，就包括李辛道馬天尼斯啊、羅美路啊咁樣啦，咁就尤其是李辛道馬天尼斯咧，佢有一球波就以身相許硬食咗對方嘅射門，咁結果阿根廷咧就喺驚濤駭浪之下咧，就以3-2咧就險勝佛得角，晉身2026年世界盃嘅16強。相信一眾嘅阿根廷球迷啦，包括我自己啦，即係呢場波都食晒驚風散啊！真係。嗱，咁我哋就睇下啲全場嘅統計數字啦。咁阿根廷咧喺個攻門上面就係20射10中，而佛得角咧哇都犀利喎，15射5中喎。咁而一個控球百分比咧，阿根廷就64%啦，而佛得角就36%啦。咁就喺傳送方面，阿根廷就有822次嘅，咁佛得角就444次，差唔多一半左右啦。咁而個傳球準成度咧，阿根廷就92%，而佛得角咧就87%嘅。犯規方面咧，阿根廷就13次，佛得角就12次，黃牌就各一，冇紅牌，亦都越位方面咧，阿根廷3次，佛得角2次。角球方面咧，就大家都係8-8嘅。嗱，咁喺呢度都講少少嘅總結啦。阿根廷喺呢場波上面咧，其實喺上半場嗰段時間咧，的而且確係有啲漫不經心嘅。尤其是入咗第一球波之後，直至到下半場初段失波之前咧，呢半小時入邊咧，其實佢哋只係得一腳嘅射門。咁其實都反映到佢哋係即係好似好放鬆啊，成啊咁樣。掉翻轉嚟講咧，其實如果佢哋集中啲咧，喐緊少少咧，趁佛得角未打起嘅時候咧，射入第2球甚至乎第3球咧，咁令到對手就翻唔到身咧，咁成件事就容易好多咯，變得。咁因為去到比賽後半段啦，其實我哋都睇到咧，大家都打得好辛苦。譬如話我哋嘅兩大中場啦，安素費南迪斯啦，同埋麥卡利士達啦，佢哋都已經係抽晒筋㗎啦，即係踢得好辛苦。尤其是安素咧，一路抽筋咧，佢都紮住繼續踢落去咧。咁我哋睇到呢場波咧，個球員嘅負擔咧係真係幾大嘅。咁樣，咁而咧對呢個防守端方面咧，咁就我覺得就好慶幸啦。慶幸乜嘢咧？就係基斯頓羅美路咧，佢就及時能夠復出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佢對奧地利嗰場波嘅下半場50分鐘度咧就傷出咗。咁如果佢今日係復出唔切，譬如話用奧達文迪搭呢一個利辛道馬天尼斯，咁多數都會咁樣配搭噶啦。如果萬一羅美路出唔到嘅話，咁你諗下個後果會點咧？我就真係唔敢諗啦。係有機會輸波嘅，有機會輸波嘅，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就慶幸佢能夠及時復出啦。咁除此之外咧，利辛道馬天尼斯咧呢場波嘅表現咧，的而且確係8面形容嘅。咁佢為球隊貢獻咗一個入球啦，一個助攻啦，而且防守嗰邊咧佢都做得好好喎。佢都臨尾係擋咗佛得角嘅球員嘅一個射波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兩個一高一矮嘅中間嘅組合咧，對阿根廷嘅後防嚟講係真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另外一點我想講嘅咧，就係阿根廷喺呢場波上面咧，亦都打破咗一個缺口喎。打破咗個乜嘢嘅缺口咧？就係咧喺美斯在場嘅時間，終於有其他球員咧係入到波啦咁樣。咁而我希望呢個缺口咧能夠蔓延出去，唔單單只係後防嘅球員啦，蔓延到去中場嘅球員啦，更加緊要嘅係前鋒嘅球員啦，係咪先？咁起碼佢哋可以幫輕到美斯啦，從而咧稀釋到咧阿根廷對美斯嘅嗰個依賴啦，係咪先？咁因為我記得咧其實好多年前咧有一位球評家啦，佢都講得啱噶。佢話咧阿根廷咧無論 Plan A、Plan B、Plan C 都係美斯咁樣。咁聽起上嚟就覺得好似個美斯依賴性好犀利喎。咁有的而且確又係嘅喎。咁所以咧希望其他球員咧喺比賽較好嘅時間啦，能夠挺身而出啦，幫輕夠美斯嘅負擔咧，咁變咗咧阿根廷咧嘅實力咧就可以再進一步提升啊咁樣。咁對於到呢一個用人嗰方面啦咁如果喺用人嗰方面咧，我就覺得史卡朗尼咧就比較保守一啲。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可以進取少少嘅，尤其是喺熱身賽咧踢得比較好嘅巴高啦，同埋祖利安奴斯蒙尼咧，其實我覺得喺呢場波嘅後半段咧需要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可以派佢哋兩個入嚟幫手，尤其是後者啦。咁因為中間都塞晒車㗎啦，當其時。咁如果有斯蒙尼喺右邊嘅爆破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幫到前線嘅球員去攻堅咁樣嘅。咁當然啦，史卡朗尼就臨尾換入帕列迪斯啦，喺下半場嘅85分鐘嘅時間。
咁其實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嘅，因為始終都要鞏固翻個中後場。萬一喺嗰段時間失波嘅話咧，咁其實阿根廷好大機會咧就反魂乏術嘅啦咁樣。咁我哋唯有希望斯蒙尼佢哋包括佢哋咁，可能喺將來嘅比賽咧能夠到時有佢哋嘅用武之地咁啦。咁就至於佛德國嗰邊咧，咁佢哋咧就的而且確係即係要俾啲掌聲佢哋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嘅表現咧就真係超出咗佢哋嘅實力㗎啦。我覺得某程度上，咁就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哋做得好嘅地方咧，佢哋唔單止係即係淨係呢一場啦，佢係4場都打得好，而打得好當中咧仲係一場比一場進步嘅。即係如果單純咧喺呢一場嘅表現咧，我自己大膽講啦，就係喺32強入邊嘅唔計阿根廷同埋唔計法國之外，其餘嗰30隊如果對住佢咧，我唔敢講話一定唔夠打，但係我亦都相信咧其他30隊咧冇100% 嘅把握係可以贏到佢咯。咁我覺得呢隊波係真係好值得俾啲掌聲佢哋嘅咁樣。而阿根廷呢一邊咧，今場勝仗咧就真係得來不易啦。咁我相信球員嘅負擔咧亦都非常之大啦，同埋教練團隊嗰方面啦嚇。咁點解咧？因為呢場波好老實講，真係唔輸得，真係唔輸得㗎。輸咧唔係唔可以輸啊，而係唔可以咁樣輸啊。因為講真如果你話對住一啲傳統強隊，譬如話去到4強，甚至乎係8強決賽諸如此類較後啲嘅階段咧，對住傳統強隊，如果譬如我輸2-1、3-2，力戰而敗，咁就冇嘢好講。但係而家喺咁早嘅階段，32強咧輸俾一隊名不見經傳嘅球隊，我哪怕你佛德國踢得幾好都好啦。咁如果咁樣而打道回府嘅話咧，咁我相信阿根廷一眾嘅球員啦，或者我哋球迷咧，都係非常之難接受。我覺得嗰個災難嘅程度咧，分分鐘咧仲嚴重過2002年分組賽出局嘅，因為嗰陣時咧都係打緊32隊嘅啫嘛。咁其實而家你32強出局，雖然你話係淘汰賽階段，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咁我覺得咧，如果萬一真係出咗局嘅話咧，個災難程度咧真係可以好大鑊嘅。咁不幸中之大幸嘅地方就係好彩呢件事就冇發生咁解嘅啫。咁就不過話分兩頭説啦。咁而家就叫做順風順水就過咗呢一關啦。咁雖然球員咧就相信一定係好攰㗎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能夠通過呢一場波能夠反思到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而之後嘅比賽可以修正到嘅話咧，咁我都覺得一切都係值得嘅。咁我哋正所謂個説話啦，就叫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啊嘛，係咪先？即係嗰樣嘢殺你唔死嘅，就令到你更加堅強、更加強壯㗎啦。咁所以就希望咧，阿根廷喺往後嘅比賽咧都能夠打好啲啊咁樣咯。咁就其實作為阿根廷嘅球迷咧，呢場波咧我都真係食晒煎烘散嘅。哇！我直情咧一路睇嘅時候咧，見到佛德國入波啊，或者個神龍可能救到美斯嗰粒波咧，我直情係變咗嗰個即係嗰隻樹熊咧食住塊樹嗰個咧即係發生咩事啊咁樣。咁可能大家都知我講邊幅圖㗎啦。咁不過呢度就唔細緻講啦咁樣。咁不過就好彩就叫做過到呢一關係啦咁樣。咁就希望咧嚟緊嘅比賽都會順順利利啊咁樣啦。咁今日分享嘅時間就到呢度。咁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就歡迎大家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咁我哋喺下一次嘅片段時間再同大家講波講阿根廷。多謝，拜拜。